位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到1分鐘牧養嘅時間，你覺得好奇怪？我戴住呢個嘅 Visa 嘅面具，咁我而家除咗落嚟先。每年嘅11月嘅上旬咧，英國好多地方都會燃放煙花嘅，作為慶祝咧 Guy Fawkes Night 係一個傳統嘅節日。咁咧 Guy Fawkes Night 或者叫做 Bonfire Night 咧，其實係每年11月5日舉行嘅。今日就係11月5號啦，慶祝一次政治嘅陰謀。呢個嘅陰謀係乜嘢咧？就係叫 Gunpowder Plot。時間係推移咗1605年嘅時候，有位 Robert Catesby 佢領導一班天主教徒咧，同埋呢個著名嘅呢個嘅天主教嘅領袖咧，呢個 Guy Fawkes 咧係企圖咧炸毀倫敦上議院，去刺殺當時信仰基督新教嘅國王詹姆士一世，以圖咧推翻政府，復辟咗天主教嘅統治。結果陰謀咧就被敗露啦，同埋被揭發啦。咁呢個 Guy Fawkes 咧，咁咧於是乎就俾守衛都捉咗佢。咁咧當時裏邊咧國會嘅下邊咧House of Lords咧咁咧就裝滿咗火藥。咁咧好在咧呢個陰謀咧一早就被揭發嘅時候，咁經過咗Guy Fawkes咧被呢個嘅拷問之後，最終就被處決被處死。咁跟住咧倫敦咧就為咗慶祝呢件嘅陰謀咧唔成功咧，咁於是乎就堆起啲木材，咁咧點起啲火，點咗啲木材之後咧就慶祝咗國王可以獲救。國會咧隨後咧通過咗個法例咧叫做感恩嘅法例 Thanksgiving Act， 規定咧每年11月5號咧就係呢個Bonfire Night 啦，就係紀念咗呢個火藥嘅陰謀咧被挫敗嘅日子啦。咁咧當然咧呢個歷史嘅事件咧後來咧演變成一個娛樂嘅節目啦。咁當日咧就有燃放花燭，所以可能無論你喺英國邊個地方，可能今日咧你哋會聽到一啲啲放煙花嘅聲音。咁呢啲 Bonfire Night 咧，其實咧就好多時就係佢哋咧會喺嗰度咧燃燒一啲紙紮嘅嗰啲嘅Guy Fawkes嗰個肖像啦。咁同埋食一啲傳統嘅食物啦，包括咗一啲拖肥嘅蘋果，又整到佢變咗liquid 啦，變咗溶咗嗰啲拖肥糖咧，就將嗰啲蘋果咧咁咧就整落去，然後揾支芯嘅，我哋可能都見過噶啦咁咧就一路咁樣食，同埋一路飲啲熱嘅朱古力咧，同埋食嗰啲烤薯仔啦。咁咧每個地方佢哋都會舉行唔同嘅嘉年華會或者光影嘅節目咁樣。咁咧咁呢個Guy Fawkes咧就成為咗一個抗議極權威嘅象徵。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嘅面罩咧其實係咩？就係佢個樣嚟嘅，係一個Guy Fawkes嘅樣嚟嘅咁咧就象徵咗係對權威一種嘅反抗。咁咧就係其實係想表達對政治嘅嘅不公平啦，同埋極權嘅政府啦。咁所以後來好多人咧就喺啲集會裏邊咧就用呢個嘅一個面具啦叫做Guy Fawkes呢個叫做 Visa 嘅面具咧，係代表咗反對極權嘅統治嘅抗議。咁咧我哋咁所以呢個咧其實係Guy Fawkes本人個樣嚟嘅。咁所以其實聖經裏邊講公義同埋公平咧，唔係單單指喺社會嘅層面嘅正義，更強調人心嘅正直同埋憐憫。神嘅公義時常都會講到憐憫啦、誠實愛一齊咁樣係平衡咁樣去施行嘅。神亦呼召佢嘅信徒喺生活中咧實踐真正嘅公道同埋仁愛。究竟你會唔會遵守咧？係咪淨係戴咗個面具就可以咧？願神祝福大家，阿門。